朋友大家好啊，我係 Miss Maggie。今堂課咧，我哋就要學習點樣數手指咯喎。你哋都準備好你哋嘅手仔未啊？一陣漢堡老師就會出到佢嘅題目，咁各位小朋友就跟住 Maggie 老師一齊攞隻手指嚟數咯喎。你準備好未呢？你而家就可以開始數咯喎。我想要3。3好簡單啦，1、2、3，咁你得唔得啊？漢堡老師？唔得喎。唔得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數手指係要按順序數嘅，要從小尾指開始數嘅喎。咁3就應該係1、2、3，咁樣先至係3。4。要4，咁我哋係咪都從小拇指開始數呢？所以係1、2、3、4。2，非常簡單，1、2。好啦，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學識未呢？快啲翻去同自己嘅爹哋媽咪試一下啦！